美國真濟州的政府聯合對 Meta 來提起訴訟，指控這社群媒體是調工設計甲害這青少年癡迷，危害身心健康。即馬雙方是已經達成歷史性的和解 ，Meta 同意納180億美金的和解金，而且要針對未成年的用戶實施包含一日限制使用2點鐘，還有半暝全面禁止使用等等這措施。現代人差不多攏離袂開手機啊，也毋過長時間看面冊也是 IG， 煞有可能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嚴重的傷害。美國真濟州政府聯手控告母公司 Meta， 指控伊調工設計互人會癮的演算法，雙方落尾達成和解。Meta 除了愛付真濟和解金，佮較同意對18歲以下用戶實施特別條款，對根本改變平台的使用機制。A hard daily time limit on all Meta platforms. This is 2 hours a day. Nighttime restrictions on the app use. This is a midnight to 6 a.m. ban on use, period, and a ban on notifications from 10 p.m. to 7 a.m. There is a school mode notification restriction, meaning during the school day, 8 a.m. to 3 p.m., there will be no notifications. 這項和解協議毋但牽涉180億美金，差不多新台幣5735億的大賠償，也互人看作是全球規範社群大企業的重要指標。協議當中一項正特別的條件是，除非 TikTok 甲 Alphabet 旗下的 YouTube 也同意佇應用程式當中對未成年用戶設一日1點鐘的使用限制，也閣有共同支付各州差不多53億美金。若無 Meta 就干那需要付70%的和解金。若準這兩間企業有同意這個條款，安尼Meta 就會付剩的30%和解金，也就是53億的美金。有一個因為查某囝健身社群自殺的媽媽，對這項協議表示肯定，希望會當借着安尼避免更較濟悲劇發生。As long as they enforce it properly, and I'm glad that the judge asked, how are you going to actually do this? Because sometimes it's just a lot of talk, and they need to actually have independent people come in. 若是美國要加強監管，紐西蘭總理羅克森二時也宣布會甲國會提交法案，全面禁止16歲以下的兒童甲青少年使用社群媒體，預計會透過面容辨識等等的技術，嚴格驗證用戶的年歲，顯示防範衍生社群已經是各國政府未堪得等的上重要的任務。公視新聞鄭偉玲、吳基聰編譯。